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乌麻乌麻。那么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3、2、1，请剪彩！胡麻嫂单楼馆正式开张。有台湾第一棒外号的西港乌麻节，11月21、22号2天要来举行。16号邀请到黄伟哲市长含着地方的民意代表，先来为乌麻社单楼馆开幕，也为乌麻产业文化活动来暖心。什么叫单楼吼？就是伴手礼馆吼。阮重点就是讲，阮这是精品馆，甲一般的超市那个伴手礼吼都不一样吼。阮这乌麻油吼，连续百大精品是连续14年了吼，拢得全国百大了。除了有全国农业百大精品，单楼馆内面的布地也真有特色哦，不只有古早的路灯，阁有天灯呢。咱这个单楼馆足特殊的，佮看顶管有迄个天灯啦吼，天灯就是我们这呼应阮。西港的麻油芳是台湾第一芳的啦吼，阮的麻油芳免讲是一定台湾第一芳，佮另外一个是阮西港有一个第一香吼，就是咧阮的庆安宫吼，每年嘛是挂香。那阮的天灯吼，就是有呼应着我们的那个产业跟我们的那个庙宇的迄个文化吼来做结合，把这个馆吼比较有那个特殊也感觉啦吼。这个胡麻节的单篓罐，也是说大家买这个随手的随身的礼品的时候，就是胡麻制品是最好的礼品，充满了健康的意义，也充满了许多创意跟巧思。我们很谢谢西港农会他们用了很多巧思在里面，能够让这个胡麻节一年比一年办得更精彩。那最重要是能够成功把台湾最大的胡麻产地，也就是台南的胡麻的这个销售能够销售得好。黄伟哲讲，西港有全台湾唯一用乌麻产业做主题的乌麻俱乐部，内底的乌麻油加工厂、乌麻料理餐厅到乌麻社故事馆，在拢是地方的优势，也是吸引观光客好所在。西港胡麻赞不赞？赞！西港胡麻赞不赞？赞！咱一冬有24节气啦那么咱的立冬立冬呢打过去立冬的时阵呢，我在想呢，咱家户户足侪人拢会闻到迄麻油鸡的味啦那么咱的这个乌麻除了讲麻油鸡是著名啦有诶个擦油剂啦乌麻呢，佫会当做足侪的这个副产品比如讲乌麻油那么这个麻油可以来做很多的这个料理啦佫有麻乌麻咱细汉咧食的零食就有迄个黑麻，叫做芝麻糖乌麻的这个糖啦这么足济因为麻伊的迄个营养价值足悬的咱台南市的这个西港这个所在呢，伊是乌麻的故乡伫这个所在生产的这个乌麻可能是咱全台湾上介济的所在那么讲到这乌麻伊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讲伊的料理的方式佫有足济伊的基本的常识咱今日邀请了2位专家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介绍第一位是咱西港区的这个农会总干事陈月英总干事，总干事你好。你好，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第2位是咱的秘书方丽美秘书，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拄仔咱讲的麻啦我咧想咱从细汉到大汉食过麻的这个产品啦足济咱伫咧厝内底咧料理的时阵时常嘛拢会用这个麻尤其是咱台湾人迄个爱食补麻油。早人就是女人她坐月子这回来的时候一定爱讲麻油有的人就老早就准备好几瓶的这个麻油伫遐咧等啦那么讲到这个麻我咧想2位是专家啦咱先来介绍这西港的这个麻当然是真足济品质嘛足好的啦闻名世界是毋是请总干事先甲咱介绍一下咱西港这个所在所种的这个麻伊的整个这个大概的这个状况伊的品种佫有就是讲咱采收的一个过程，是毋是甲咱的乡亲做一个介绍？
哦，主要是阮目前拢种于台南1号啦吼，那是咱台南区改良场吼育成的，台南1号啦吼，啊，所以足侪人毋捌看过迄个乌麻吼，生长那，所以我特别伫要来进前就去园采2站开吼，我甲看，恁来甲看，咱的迄芝麻吼，咱来甲掰开吼，就是安尼，内底就是有黑色的芝麻，吼，芝麻粒就是安尼。哦，就看会到，哦，黑芝麻。啊，当然，我伫咧园当慢起来时，哦，这较下，哦，较下底展架是已经成熟，变成黑色的吼。啊，假使吼，我来甲放较顶悬的这，甲看就是，吼，还没成熟，还没有成熟，有的是褐色吼，啊，有的是较白紫。啊，毋过嘛不要紧，这甲菜蔬放咧电干的时阵吼，咧产年吼，咧曝日吼，也转化也长，吼，就是。伊这嘛是迄个维管束各为营养素咧走吼，所以伊会个变成黑芝麻吼。然后阮整个的面积吼，全台湾咧种的，就是咱台南种上多吼。伫个农业署的迄个统计，就是咱的旧年吼啊，甲前年吼，拢差不多去年差不多2200公顷左右啦吼，啊前年差不多2100公顷吼，啊大概伊的收入嘛袂歹吼，1公顷的。产量哦，收益吼，差不多有25万，嘿，有25万然后，啊，整个产量1公顷拢差不多有2000公斤的迄个产量，啊，所以农民吼真愿意来种地啦吼，啊，拄则主持人咧讲的，咱这节气吼，都所以阮这个农民组知影，就是要种迄个，就是咧白露的前后吼，开来种，它的那个也天气吼，秋作吼，在秋天的时阵来种吼，较无风雨吼，啊，会较顺遂啦吼，啊，所以目前吼，咱台南种的拢是种这个台南1号，所以吼，你看伊种一站一站一直在成长嘿。你讲伊白露是头秋天啦吼，啊伊安尼，比如讲伊要生个遮大，长爱偌久的时间？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85天到95天。你头伊种子甲播种落去吼，差不多5天就会开花啊。哦。嘿，啊开花的时阵一直生长，差不多还有1个月的时间，互伊足细丛吼，伊开始开花，就一直开花，一直结。吼，结一站的个，一直开，哦，一直开吼。啊，这因为农民就是甲这花吼，这因为即马天气的关系吼，啊，所以已经自然来收花啊，所以无伊一直开，一直开，就是一直吼，要开花就会结果嘛吼。啊，所以吼，伊整个吼，就是差不多有3个月时间。嘿，啊，因为1个月开始一直开花，开到尾啊，到遮个收尾的时阵嘛，差不多。经过1个月，所以会当搁成长1个月。啊，即摆采收开搁伫咧园当中搁个拍，头爱个拍2礼拜。伊开始转化成完全成熟，变黑色黑芝麻。啊，阮农民朋友也开始吼，伫咧园林就甲用迄棍子吼，搁甲伊打出来。伊会裂甲，伊这开哈。伊会闭开。伊会闭开，伫咧拍了打，伊自然哦，阮即摆拢无用砍手机，就是用迄个。日头来拍，啊，它就会裂甲，伊就白开啊，啊，开甲打出来。那么咱伫种植，我也听咧吼，3个月，啊，然后你讲个迄个个泡开哈，那这样子我看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整个差不多4个月时间。啊，所以因若是讲一冬内底啊，咱有12个月吼，啊，这4个月的时间就是咧种植咱的芝麻佮收成啦吼。啊，其他的这个时间呢？其他春作的时阵吼，阮西港的农民伊会种水稻，嘛会种迄个胡萝卜、所以就是看无共对，它不同做，对，无共季节啊，种无共的农作物啦吼。那么一般吼，咱对着这麻当然吼，咱的迄个印象，咱实在是很不陌生啊。我来讲，厝内底大家有一罐麻油。哦，这个麻油好像咱必备的这个料理啊，而且那麻油会炒哦，那个真的很香哦。像迄刚哦，我就跟你讲，我立冬迄刚吼，我嘛去买一只鸡啊，等下就是用那个麻油吼，哇，一炒整个家里面好香。我们台湾人的已经开始底下吼，那个流口水就想要吃了哈。但是就是讲，这麻啊吼，当然伊的营养价值它都足悬的，然后当然讲做回来一定要食这麻啊嘛吼啊。伊的营养价值管到底伊有什么营养价值吼？咱秘书甲咱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咱知影迄个
黑芝麻营养价值非常的高了哈，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E， 还有蛋白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营养素，而且也钙质含量是非常的高。我好多想，跟白芝麻比起来哈，它是白芝麻的19倍，19倍。然后含铁量也是白芝麻的3倍，然后它可以清除坏的胆固醇，对，润肠通便的效果。因为你讲伊维他命 E 啦，伊也算油嘛哈，但是它这种油算讲对咱的身体的迄种的就是说有当时咱食油，拢惊讲胆固醇很高吼，因为尤其是有年岁人吼，伊若是讲胆固醇伤悬的话，都有心血管的这个问题吼。那么这油食上这有当时嘛是会烦恼啦吼，但是咱的这个黑麻，伊咧食的时阵，因为你讲伊的胆固醇低，那么咱咧食的时阵的较无遐人啊担忧啦。可是麻好像不能耐高温哈。对我们在炒的时候也不要高温去炒它，会破坏它的营养素。而且好像会苦。你若用上悬的迄个温度，敢若像会苦，会不会？所以阮有迄个啊，有分吼，你若要较这个吼较高温的，这个较低温的，就卖。你煮拢卖高温啊，高温真的会破坏它营养。你的去的时候，我们都建议说比较因为咱台湾人都爱食迄。芳开足芳的啊，呢，大炒对，你要炒也是，你给它加一点点水，好卖，有点让它降温，反而是不会破坏它的营养素。那么就是像迄个咱有一寡人吼，到年岁啊吼，有时候像女孩子啊，咱查人吼，有时候到更年期之后会缺钙，啊，是讲老大人吼，他缺钙的时候吼，容易骨折。好所以咱若是补充这个芝麻伊的营养价值的话，那么咱食一寡这个芝麻的话吼，伊补充钙质吼，对着咱的这个骨头啦吼，算讲较袂有迄个骨松的这个问题，比较不会骨质疏松。而且好像有的人吼，头发也比较，刚才讲讲麻油哈，他头发就会比较乌黑亮丽。对，芝麻的含量这个可以补充这些营养素。像啊，我吼，咱总干事咧摸这个。麻油的时阵吼，就这边这管较乌，这边这边管较这是什么原因啊？它这个是咱的咧皮草的温度。皮草说，我为消费者无啥清楚，我甲比喻说，像迄咖啡，咖啡咱有烘焙的，有重焙、中焙、浅焙，迄个吼，所以阮这个是呈现那个金黄色的，就是浅焙。咱会当做就是它的食用的是像迄橄榄油安尼来用吼，你若咧炒菜嘛当炒，就拄则咧讲卖高温，你炒落去的时阵吼，它如果说再发炎点又。你得给它水一点水吼，然后降温。这个是皮草温度不同，这就是人咧食补。你讲姜母啊，因为炸油记就是足香的，就是这个黑麻油。咱通常看到都是这种，我第一个看到边啊这种诶。因为要开发，即马大家拢食，想要食较健康诶，所以咱咧叶菜咧，你甲你咧水煮，把它穿烫起来，捞在盘子，你就会当甲伊。用拌的就好了，就不会破坏它的营养素。这是低温去焙炒出来的炸油，其实移动全部都是黑芝麻，有的会误会讲，这敢是白芝麻，我们都是黑芝麻做的。因为咱一般看到都是边仔恁这款乌的啦，我第一个看到有这种颜色这种市面上敢有多济？因为它价位就是会当然比大豆啦、葵花籽油都会成本会比较高消费者会感觉讲，我咧像咧煎鱼我一羹就是一罐都免炖几个就完啦吼所以他们有的会在价钱的一个考量啦，所以我也会当选择哈，我讲当然大豆黑是拢开当高温呐，我们不建议说有高温呐。当然吼，即马咱种健康的这个取向啦吼，大家拢希望讲食了有健康，毋是讲食迄个食欲尔吼。你食迄个口感食足欢喜的但是食了欢喜吼，肯定要烦恼个做这代志哈。有时候就是会有营养过剩啊，是讲吼一寡尤其是有这个问题吼，都有一寡心血管的这个问题吼，尤其是咱吼若是较有年岁人，佫愈担心这种的问题。那么就是讲，咱这个麻油啦吼，一般像你阿哥我讲的，伊的价钱蛮高的嘛吼，像你按一罐爱偌济钱？660。那一般吼，这个沙拉油好像就差不多一半价钱。对，搞不好更便宜哦。更便宜。不过吼，当然啦吼，有的人为着健康啦吼，甘愿开更加济钱来买。对，这个营养素不同的那么咱西港哦，是讲咱一档哦，
这个乌麻你还都有讲过嘛吼，伊的迄个种植的面积啊，佮有伊的产量啦吼。啊，像这麻油啦吼，像这因为这副产品嘛，我感觉副产品好就是讲这乌麻啊，咱这个麻油啦吼，就是我讲麻油鸡吼，这种大家拢知吼，啊，擦迄个油剂吼，啊，那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什么料理？其实就简单的，咱食炒卵就好啊。哦，煎卵，煎卵炒卵嘿，啊你像嘿啊，咱台南拢有迄个沙白鱼啊、乌龟，你甲煎嘛最好食的，足香的嘿，不一定要用其他大豆油，你用这，你甲煎了就最好食嘿。哦，你讲煎卵我才想到，因为哈。我也常常用那个麻油煎蛋，但是我不会我是袂用油哈，直接那个麻油的直接，我拢先用咱的一般油哈，因为怕高温呐，啊我拢先煎的啊，然后我再滴麻油，等要盛起来的时候，它袂破坏伊的营养价值，麻油的营养价值，啊无你麻油落去热炒的时候，有它营养价值的无去啊吼，无菜咱咧食。啊，佮足简单的啊，咱来做食点心的时候，你着面线撒开。我你给它撒开，嘿，给它捞在碗，啊，你给它倒拌一拌就很好吃了。有时候半夜肚子饿哈，没有什么东西，啊，家里面拿米刷哈，现在可以给它撒撒哎，啊，然后就麻油哈，改一碟，然后放一些蒜头、蒜末，这样子就一道很好吃的菜。还有其他的吗？很多啊，炒杏鲍菇，三杯也会用啊，因为那个杏鲍菇它好像有一点臭青味，啊，你这麻油放落去了，就是把那个臭青味抓个压过去，好，啊，就是较无有一种臭青味啦。说实在的，麻油米糕，麻油米糕，哦，对对对，我那天就是煮麻油米糕，波当起来，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我就来讲鸡肉买回来啊，我分成2个啦，因为那个一只太大了啦，我就给半加哈，就那个姜。煸煸的哈啊，麻油那个煸煸，然后那个鸡肉炒一炒，然后放那个糯米嘛哈，啊，来点那个米糕，哦，真的很好吃，到现在还在想。对啊，啊，最简单啊嘛，像咱那虾啊嘛是当来煮啊，你嘿麻油虾你甲放啊，几片姜片啊、葱啊甲放的，啊，就有点加一点米酒。我看有人那个做回来，有人用那个红金，就是用那个越讲越多，他等下我吃去，在这边大家都流口水了哈。过年哦。这个我们的这个料理太多了，我跟你讲啦，咱乡亲朋友有当时啊吼，因知影个比咱较济啦吼，他们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厝内底的这手路菜，无得因甲咱介绍的更较济啦吼。那么咱讲到这个欧摩啊吼，伊就是讲伊的制作过程吼，好像很麻烦。咱是不是介绍一下？哦，像阮这麻油拄则吼，在咧讲迄个制造过程吼，阮麻油的制作的过程就是一定爱炒，哦，啊炒迄有到迄个香气，哦，焙炒就是要炒出它一个香气，啊香气吼也提升伊迄个木质事物，哦，也迄个释放出来吼，哦，啊个来就是爱个甲散热。因为阮这是较经典的冷压，所以阮就需要讲甲迄个吼用滚筒式的网状的，得甲散热，甲炒好，当然有温度，阮爱个互冷芳啊，互冷，互冷的时阵，佮甲伊加成粉，吼加成迄个粉吼，啊粉了的时阵，了咱较会当甲伊用迄个饼状吼，啊阮用个铁箍啊，佮甲伊固定吼，啊做迄个饼吼，啊出来较个迄个煎油。哦，我其实我拢总爱经过6道程序的，就是讲爱先焙炒，再来散热，再来碾碎，吼，啊来而且甲蒸热一下。我当然蒸热，因为你若冷的完全是煎无油的，所以我们几秒钟就把它先蒸热，我们散热要给它蒸热，啊再包成迄个饼状来炸。所以伊的计小管嘛是有关系。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冷压式的，所以阮工的生产量足少，上济一日做迄个打200几罐尔，产量一台车，对，整个过程啊做迄个8个小时，看拿200几罐。那么吼，就是讲咱的这个麻啊啦吼，很多咱有讲的伊的营养价值，但是好像有些人嘛是袂使食。好，有一般人可能还不能吃，就是怕伊感觉体质比较燥热的人，啊，其实体质燥热不是讲袂使食，你不要跟老姜下去跟酒，哦，你可以改炒，迄个变较补啦。哦，啊，你若想要食麻油，就是讲会食这个青麻油，哦，你会当啊食，你讲想
我讲的迄菜吼，你甲穿烫起来就是拌一拌，安尼嘛是食着麻油的营养素，啊，搁其实青麻油的那个搁保留愈侪营养素伫诶。他说咱讲一直讲麻油，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副产品啊，哈，是不是？简介绍一下。阮目前吼，像咧讲的讲即支乌麻油吼，阮离迄个农委会评比吼，就是讲。连续14年哦，获得全国农业100大精品。哦，农会改我们连续14年获得100大哈。哦，所以阮这个产品的乌麻油哈，还有青麻油，啊，还有芝麻糖、芝麻粉、芝麻酱，让阮芝麻酱嘛有入围阮那109年农业的伴手礼嘿，这个最新的那个还有。芝麻包子，还有芝麻香肠，啊，还有迄个巧果，芝麻巧果。这个好像我们从小就吃过。对对，很好吃。啊，比较特殊的是，看这样吼，冇看过讲这。这是麻油蛋。我们的取也有同音的是讲吼，咱的麻油，我们做个沉淀之后，阮这要装出来卖，就是爱1个月，伊沉淀1个月，装这迄个较清澈的做卖，会得比较浓稠的，阮就来甲做这软膏，就是当做冬天会保养护肤的，当做护手霜来使用。以前咱古早吼，一寡算讲老一辈，因的迄种拢较欠啦，一张迄个芝麻的话可能会当用的拢尽量用像你阿我讲的迄油倒出来去料理啊那个很方便啊当然到迄下较彻底的时阵要去料理可能较无方便啦然后我们就是再把它发挥伊上好的这个功效然后拿来。所以我阿嬷也想把阿嬷以前因为古早咱无什么，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阵，这就是拢家很有的物件拢来再利用。迄个现像你阿多讲的现有什么东西，我们就用那个东西来马上派上用场这个上方便可以厨房万一若多去有掉，对啊，就拿来用。对，你个走去迄个病院了，是袂糊因为那个烫到有时候很危险那么像你好就芝麻我说我们从小就吃了，对啊，这细汉的时阵就拢食的迄个。阮种嘛卖了。就好诶，每天都很销量都很蛮大的。尤其是你头拄咱有讲到，伊钙质很多。高钙，所以我们叫高钙芝麻糖，它钙质真的是蛮高的。所以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讲很多的产品里面有时候你如果对其他的，比如讲熬麻，你可能较无你食，你就食芝麻糖都能够补充伊的营养所以呢，芝麻酱也钙质也是非常高的。芝麻酱我有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芝麻酱就是简单的，你涂面包跟涂馒头今麦我就是拢有跟他讲，你如果说不喜欢外面的沙拉酱，你可以自己来调。我就请他们用这个芝麻酱跟那个芝麻粉跟酱油1比1，都是1的那个比例加它2倍的白开水加如果说想有一点甜味，就加一点糖用果汁打一打，你就自己做这个沙拉酱。是对，所以咱多用途。那么我知影讲伫个西港这个所在有一个胡麻嫂故事馆这个故事馆它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请我们秘书跟我们介绍一下？胡麻嫂故事馆离民国101年的成立是安来成立这个馆的是讲当初就是讲看到咱胡麻嫂迄个刻苦耐劳的精神，个足侪都市的人唔知影讲麻油麻是实在安怎，是安怎做成麻油的，所以我较有这个馆的成立，所以一直到今年10月份，我佮改补充它更完整，佮整修到更完整。所以，阮迄个胡麻嫂故事馆内底很多内容，就是像我们有种子墙，种子墙就是讲介绍各国的那个品种的芝麻，有金黄色的，有黑色的，它们的形状，你用显微镜下去看，就是有一点差异。今摆来我佮阮有迄个那个芝麻的好处咱来介绍消费者知影，佮讲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效？还有我们有一个食谱墙，就是教人家怎么做料理。还有我们会呈现我们古时候是安怎做麻油的，迄时的农民的想法是安怎做。我即马嘛是遵循迄种古法的做，即马现代机器，毋过嘛是用在
按照依照古式的方法做两种程序来做成麻油，内底内容最丰富的。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我们有专人导览。那么讲到这麻啊，吼，我知影讲有当时啊吼，你若较慢去买，吼，像你讲的，伊4个月这个时间是伊的生产期嘛，那4个月之后就开始吼有这个麻油通好买啊。但是有的人啊，上慢去买的话吼，就买不到了，所以感觉个促销，我看不太需要。咱那个农会拢替咱这农民做什么代志？第二，我拢甲农民吼，伊所种的农民的福建吼，就是维持高品质，就不要黑白用药啊吼，就我们就会跟他去做那个客种，收就阮就来甲伊做一些产品来做行销吼。阮平时嘛是无什么特价，就是在我们咧办那个产业文化，1年1度我们的胡麻节的时候才会有特价，因为我们都打办完，10月21、22我们刚办完啦，然后我们2天才有那个优惠特价，而是真正人潮很多呢，我呢2天哦卖200几万呢，因为说实在的，迄个麻的迄个功效吼，疗效。伊讲伊的好处啊，吼，唔免讲，大家拢知啦吼。所以吼，咱即嘛是有当时供不应求，但是吼，等到是卖无够，能够卖。对啊，因为这个需求啦，吼，阮有做一个冷藏设备，就是我们要有保留一些库存量，莫讲这季节买以前就是没有那个冷藏设备，会讲这个做的就卖完都无啊吼，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安全库存啊，会当互消费者讲整个吼规档吼拢会当买到阮的产品啊，无这对迄个消费者嘛无公平，伊有当远途来拢买袂到好的东西。有当时吼，咱咧买迄个麻油的时阵吼，咱都惊讲去买就无顺的吼但是一般的消费者毋知影无顺的甲有顺的，到底伊是要哪比较？其实吼，凭迄个味嘛，会感觉新鲜的吼，因为阮这拢放在那个冷藏库吼，拢达8度 C 的，所以阮家己做严谨整个产销的过程吼，在生产过程我们都严谨的把关。其实你若消费者你若买到，你若感觉放一段时间，就臭油哀吼，其实就是有混到那个其他的油。无你混那个混什么油啊？沙拉油。沙拉油。对。因为阮这种家己，我们这个工厂又是 ISO 22000 HACCP 吼双认证，这东西政府嘛来敢把关，随时没咧做，伊嘛来敢检验我们那个对抽查那个空气还有环境都会来做检查，所以阮这吼真的是品质是很优质的，我咧想，地东会出来，无可能会假。对啊，不会做假。结果咱有当时伫市面上吼，有当时咱买的时阵就是开始担心啦。透过今仔日节目，互咱的一个机会教育啦吼。那么咱今仔吼，感谢2位啊，最后我们请2位吼稍微做个简短的这个结语，好不好？好。嘛要邀请各位吼。观众朋友若看到是讲，阮西港区农会来到阮西港，我们定当阮有整个胡麻很完整一个聚落在那边啦，阮有胡麻的加工厂、胡麻扫故事馆啦吼，搁有即马当新开幕的一单楼馆，唔定会当买到阮的物件，搁会当去买到其他吼全国优质的那个农产品啦，嘛是爱邀请各位来啦。是。那么秘书也跟我们稍微。咱即摆市面上看到的麻油吼，咱离食夜市啊，迄种麻油鸡啦，迄种进口麻做的，那个新鲜度就比较差了。所以我感觉咱若消费者聪明的消费者，就是爱选择讲农会出品的，咱纯正的、上纯、上好芳的，优质的麻油。是。咱若去农会买，拢唔惊去买就唔对吼。那么今日感谢2位来甲咱介绍吼，咱的这个乌麻啊吼，乌麻油。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吼，我是王婉，咱台南乡亲爷，我们下次见哦。